是啥声音呢？爱迄水太的，已经将太声音整批边仔去作势。不过人生遇到事情，就像落水天，也要行来分明天，出来以前来给阿爸阿妹。不过记得讲，生日呢，你爱等太太来去看看这世界。生日呢，你爱等太太，因为俩嘿不给人生。哒啦啦啦啦，哒啦哒啦，哒啦啦啦啦啦，哒啦啦啦啦，哒啦哒哒，哒啦啦啦啦啦。爱嘅木下存三沙声音呢，含地土树忙去做事，有时搞怪，有时轻怪，爱上上也已可爱。不过人生就像上嘅航线，风吹来就有改变。爱也会受弟弟妹妹嘅人生，还有爱心爱嘅阿爸阿妹。不过记得讲，生日呢，你爱等太太，所有嘅烦恼先掉一边。生日呢，你爱等太太，我爱看笑容满面。我也爱记得讲，以下心讲不必，不是让你一听，不求自由，不求自由比上天。生日呢，你爱等太太来去看看这世界。生日呢，你爱等太太，因为俩嘿不给人生。哒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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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哒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哒啦哒哒，哒啦啦啦啦啦。生日呢，你爱等太太，你黑暗不最高嘅生。欢迎收看今本日的福起来咧，一开始就谈到按等一下就按后台的歌诶，嘿啊按最近的吼，当人来安尼节目，谈到佢哋后台的歌曲，因为年初音乐大赛即刚结束吼，今日来的係拢係要當開關係，佢係國小啊、國中，還有高中的學妹哦，咪係今年年初流行音樂大賽數獎，歡迎今日特別來賓葉玉婷。大家好，我是葉玉婷。哎呦，講一下合吧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係葉玉婷。葉玉婷嚇，2年人冇見到嘅嗬。係，上擺看到係啲客家節目演係啊。今日就看到有冇強用咯，喊啊冇強用。今天有這個光環加持，先恭喜你啦！謝謝。得獎啊！然後先來介紹一下，你龍太下講一下，今日龍潭人咧，龍潭的鄉親，龍潭人坐啲了哦，感覺當好吼。2年人冇看到，這個談到譚太太，介紹一下呢首歌曲。呢條歌曲其實係我差唔多太后3年前時節下來。差唔多幾年。過嚟，記唔得咧嗬？記唔得。做媽媽嘅年，快要10年了，可能快要10年了。快10年了。
有10年吗？有那么久吗？7、8年有了，7年有了。我对这首歌印象真的还蛮深刻的，因为我细细时间啊，譬如讲出强度啦，还声音而细声都会讲拍这个胸脯心肝。当太太，那种感觉，譬如说7月半的时候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或者是小朋友在哭的时候半夜，当太太，系啊，俺来有时出强咯，俺要当太太，唔讲。你在下嘛该？你单枪的当太太意思？就会，因为俺以前在学吉他，然后就是唱歌，然后学音乐的时候，然后那个时候因为还是学生啦，然后我爸爸妈妈觉得，我还蛮认真，他从以前从来没有看过我就是这么认真做一件事情，以前都是那种3分钟热度，然后就是没有办法长久，然后看我就是这么努力的学，然后还开始写歌，然后他们还蛮开心的，然后就算是那个时候还蛮支持，就是我做音乐这件事情，然后这首歌就是有点像是谢谢他们，就是好像是给我勇气这样子，就不要怕往前冲，对。哇，这个当太太这个词哈，我觉得。就是鼓励人家的意思，这首歌也是鼓励人家的意思。那很开心的鼓励，爸爸妈妈的鼓励很重要，所以你可以持续走到现在。那我们就要回到一开始，什么样的机缘让你有这个决心说，我好认真学吉他创作？那是因为上大学才开始学吉他的。为什么？你大学念的是？我念慈济大学。然后什么科系？我念传播系。传播，本科系。你大概是我碰过本科系里面念传播最内向的一个人对吗？我是比较容易紧张啦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我记得2年前来客家新乐园时间来访问给梁时，你们黑啊，就有点害羞，就是有点害怕。可是很奇怪哦，一唱歌就冇腔了，一唱歌就觉得也很有挺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开始在大学你学这个传播，那是加入社团吗？那什么时候开始创作？我其实是算是拜师学艺，有欣赏，有欣赏哎哇，你要欣赏3批咯。现在这个老师应该觉得很骄傲，老师是他是那个花莲的汤姆与哈克所以他也有入围2次金曲奖，对，其中的一个吗？对，汤姆老师这样子，对，所以你开始拜师学艺的时候就开始创作，你一开始应该不是写客家歌吧？我一开始是写国语，就是失恋了，很多创作人都是这样子。哎呦，你自己挖坑跳，失恋那时候谈了多久恋爱？那段感情很短，就不要说了。好，所以因为这样要开始写华语法语歌曲，一开始的时候，一开始就是你还记得你还记得那时候你写的第一首国语歌是什么？还记得。来一段好不好？来啦，来，我们这都是过程，短短的就好了，2句。预备，开始。不要了，忘记歌词，不要叫我唱那首歌。好了。那有什么时候有一个转机，可以你突然觉得想要写客家歌啊？其实就会，17年的时间，俺欣赏97年，对他去参加那个也是参加这次，就是也是原创。不过他是参加好龙年。好龙年。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是参加那个比赛，然后觉得这个大家比赛就是青后，所以得奖嘛。老师第一次参加是得他是得现场表演奖，还能有钱吗？还能有啦，这是动力吗？没有，动力是没，所以他回来就跟你分享。因为没有那个时候我有去看比赛然后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，那个时候第一次看到那个客语组的首奖，那一年是姿君姐唱口巴，然后我听到就是鸡皮疙瘩，然后老师就说你们客家人的天籁好好听哦，然后后来那个时候就是首奖不是要拍 MV 嘛，我就看到我整个的鸡皮疙瘩，好感动，我觉得是眼眶泛泪这样子。我觉得那就是你自己本身留的是母语的血意。客家人嘛，你谈到这个懂熟识的歌声也好，语言也好，你就会觉得说哇好棒哦，所以那个契机就让你开始想要创作客语。对，然后那个时候俺爱警察去哪个，因为有些人他就和我聊天，就提以前就青号唱歌，俺也不会唱客家歌，然后那个时候也开始慢慢开始写歌，就人讲你做点试看啊。去写看，吃看了就试看啊，去写看自己的母语歌曲，然后就慢慢摸索。从你一开始客语应该没有那么好，
我其实那个时候会讲，很平常的会讲，因为我开始唱客家歌之后，我奶奶会和我讲客家话。然后，可是其实我开始客语讲的比较，才真的开始比较好，应该真的就是开始写客家歌。开始写下去，因为要了解就是你那个意思啊，然后我那个时候都拼命的上网去查那个客语词典，这样子，就是教育部有那个客语词典。所以啊，努力还是有成果的吼。也可以哈，等下转来哈，再来模拟一下林玉婷，你学客家话，还有你写客家歌的歌上地方度有乜个神奇，有乜感动人的故事？不要走开，待会。一家唔系一家，你系唔系？知道青岛你嘅快乐，你系唔系？唔知乜界安多自由，你系。佛天在你心中嘅顺流，现下出沙飞以后，将心度嘅生命变地不讲，老你讲嘅话，你咋你拢无听到，爱因注意嘅事，你知道无从样。新闻自由比，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很下出沙飞。将心度嘅生命变地不讲，老你讲嘅话，你咋你拢无听到？爱因注意嘅事，你知道无从样？你嘅心肝肚，空定一扎。将记无停，你嘅心肝肚，空定一扎生命呢？记爱老你讲，向你打开新闻自由比。
欢迎將到今邊福起來咧，我係其實為今邊當歡喜邀請到係原創流行音樂大賽首獎葉玉婷，再跟觀眾朋友打個招呼。大家好，我係葉玉婷。玉婷嗬，家聽到一首歌曲很多，唔嘅是唔講到。除咗你阿伯得獎嘅作品嗬，呢一首歌曲寫幾久嘅喏？就會一下。其實就會比賽那個截稿之前，差不多2個禮拜寫吧。把它完成的，對不對？那之後當成期嘿，他家當到音樂人哈，每一個人的路數套路都不一樣，所謂的套路就每個人功夫都不一樣。那時候從咱太太到2年新關度，我覺得玉婷就是一個生活家。一個生活實踐家跟觀察家，對我來講，我剛剛看到歌詞吼，我就會想到講，係啊，你久誒冇想到這個新關度的聲音呢。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個孩子，對不對？對。這跟你當媽媽以後有關係嗎？我覺得有關係，然後就是以前也是有看那個小王子那本書，然後就會覺得你心中的那個孩子，你心中那個小王子，就有時候我們生活就人家講柴米油鹽醬醋茶，對。然後我原本剛開始寫完這首歌，覺得好像在想氣嘎，可是後來看看，覺得其實應該不是只有我這樣，就是可能很多人也是這樣，就是啲神發。就是很多時候有身不由己的時候，對，因為就是可能工作，然後因為現實，然後有些事不得不妥協，那有些事情你還是得要堅持，超毛。那因為你下卡卡歌有得獎，你還不看人對你做音樂兩樣事情，有沒有特別的想法？有沒有特別的想法？就是比較不會一直，我爸爸就喊我就講。一直念，對，算是這樣。他就說有錢嘛，然後說從頭就會按有冇愛呀。一定的，因為爸爸媽媽有的是關心，擔心，因為你現在有小朋友啦，你自己養不活就算了，小朋友總得要活啊。對，就問你出去表演啊什麼的，因為按樣型，譬如講你以前就會冇按接龍阿公阿婆講客家話，後來因為創作關係，又跟家人的關係又不一樣，對不對？還有講客家話。爸爸還有阿公係客家人，媽媽唔係嘛。哦，那小朋友咧，你阿聲音咧有創鼻糖嗎？人家創歌嘅時間，佢都會坐在旁邊啦。真的嗎？對啊。那很低，你來吐聲音咧出去表演哦。有啊，我最近有啊。是什麼樣的機會可以帶他出去玩？沒有，就是想要把他帶在身邊，這樣。最重要是帶在身邊啦，也讓他感受一下，就是媽媽，就是媽媽的工作是怎樣，這樣之類的。然後就是也不捨得就把他交給我爸媽顧，這樣子。也是，因為而且自己帶也比較貼近一點。對。給你雙百的獎，咱太太係幾多年前？民國99年。99年，今年106年哦。所以幾年？隔了這麼久哦，這次在得獎，你心情有沒？還蠻感動的，一定很感動，就是因為你一開始其實你只是想要把這個創作拿出去嘛。說真的，創作人就是這樣。我希望很多人聽到我的客家歌。其實應該說，其實我今年原本沒有想說要參加那個比賽，對，就是因為那個時候是2個禮拜，我就覺得可能寫不出就是後堂的歌，都得感通的歌。給比賽以前很笨嗎？係冇？比賽那是入圍之後，就是比賽嗎？比賽前？那是入圍之後，比賽前2-3天這樣子。我就夢到什麼？我就夢到就是淹大水這樣子。哇，淹大水，然後呢？對，然後那個我和我老公，然後我們就游泳，然後就是把我兒子小金魚就是裝到那個盆子裡面，然後就趕快就是游上岸，然後因為那個印象夢中那個水淹了1-2層樓高，然後大家就很害怕，然後大家去避難啊，就是避水災這樣子，然後我就很擔心說啊，我不看你用白。對，然後就走，大家去避難走，看到我爸爸媽媽，有看到我爸爸，然後也有看到我就是在天上的阿婆，就他已經過世很久，然後我已經很久沒有夢到他這樣子，對，然後就是夢裡是還蠻開心，就還好家人都沒事，都平安，對，特別有看到阿婆，對，我跟你講水是什麼？水就是財，錢要淹到1層樓高。
就表示要得奖了，是不是？后来不敢蒙吼，我知道我看人做穷哈，那是最平安、最开心的事情，对，好不好？好，也可以下等下转来，看玉婷还弄安尼分享嘛，该待会回来。刚讲到吼，就是你下来歌曲有本梦啊，儿子啊，家人的互动，我觉得在音乐底背度你得到的比想象的还要多，比你想象中还要多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倒很想知道，就是说我们都一直在讲家人这一块，你老公嘞？我老公现在做什么？他其实跟我做工作有点像，只是像我是以写歌是，然后演出为主，然后他主要是以音乐教学这样子。音乐教学，哇，就是一样，和我一样是教音乐相关乌克丽丽这样子。哦，乌克丽丽，哎，你们有带了，所以你现在也在教乌克丽丽？对，就教小朋友唱客家歌，用乌克丽丽弹客家歌这样。那是什么样的机缘开始你就是想要教乌克丽丽啊？没有教乌克丽丽，其实是一直都有。其实是那个时候不是大人歌，对，然后那个乌克丽丽有风潮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去音乐教室，然后就是那个老板娘就说，哎，你要教乌克丽丽，现在很多人学哦，然后我就去学，然后现在会开始教乌克丽丽唱，就是教小朋友唱客家歌、弹乌克丽丽，其实是因为那个新竹的刘荣昌阿昌老师，阿聪哥，还有他有出一个小朋友童谣的那个乌克丽丽，对，哈克丽丽，对，哈克丽丽，对不对？来。示范一下，这个光说不练重的哈，这个一定要假装我是小朋友好不好？好，老师好，老师那个，譬如说我是第一次来上课的小朋友，你要怎么介绍乌克丽丽？我会跟小朋友说，嘿，好，小朋友，你们是不是你们有头也有嘴巴也有那个耳朵，对，也有身体。是。那我跟你们说，乌克丽丽要空用。也要有头拿，也有耳功。好，为什么？好来，小朋友都很烦。没有啦，对，乌克丽丽也来，乌克丽丽头在这里哦。然后他们很特别，他们有4个耳，就有西藏耳功。哦，4个耳朵，西藏耳功。对，然后你看它的脖子是不是很长？对。青虫有没有像什么？长颈鹿。对，像长颈鹿哦。对，我答对有没有糖果？没有。然后它们有大大的身体。对，跟我们一样。对啊，它的嘴巴在哪里？在这里哦。所以它发出声音的地方在这里，它的嘴巴会唱歌，跟我们一样。然后因为就小朋友就是常常会，以前我刚开始教的时候，发现他们常常会搞不清楚那个调音，然后就是我们从第4弦抱着的时候，第4弦是最上面的。怎么算呢？从下往上还是由上往下？好，就记得抱着的时候，离头比较近的那条是第4弦。第4弦，好，4、3、2、1这样子。然后那要调音的时候，就是每次要教小朋友调4到1弦是 G C E A， 然后他们永远记不住，就是对 always 记不住，后来就写这首歌。真的假的？你因为调音写这首歌？对，因为这太困扰，他们 always 记不住，就连有时候家长，我有开一班是亲子班，然后连家长也记不住，上了1个学期，还是还给我这样子。那怎么办？我就写这首歌，然后他们真的就记住这样。示范。OK。示范。好，那我就写唱一下。这个歌叫什么？叫乌克丽丽。就叫乌克丽丽。对。好，来，乌克丽丽有歌。好，那我唱了。好，来。1、2、3、4，愛要頭，愛要在，匆匆嘅行，見匆匆行路。愛要耳功，細雜嘅耳功，太太嘅身體愛會唱歌。我的名字叫乌克丽丽，长长的脖子和大大的身体，4只耳朵用来调音 ，G C E A 调完就唱给你听。爱给명의 언더乌克丽丽，匆匆嘅行进老太太嘅身体，西藏耳功用来调音 ，G C E A 调太就唱给你听 ，G C E A 调完就唱给你听。G C E A 我记起来了，老师。对，就是用这个歌曲让他们记住。哦，所以你现在的工作也就是在教学，然后创作，然后还有带小朋友。没错。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这个，
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哦，就是很不一样。所谓的不一样，就是说你不知道你未来要做什么，会发生什么，不是要做什么，是说会发生什么事。但是在过程里面，我们在追求梦想也好，或者在生活经验上面也好，我们就必须要一直往前走。我们刚刚前面有聊到，就是说启蒙你的老师是汤姆哈克的汤姆，对，汤姆老师，汤姆老师。老师比赛的时候有去看你吗？你说今年吗？对啊，没有，他说没有，他说没有，其实他那天他有事情啦，然后他就说我没有去，你应该比较不会那么紧张这样子。所以你跟老师的互动有几年的时间啊？就大学4年，到现在应该有32吧？就乱讲。你说我32吗？没有了，乱讲。没有。多久的时间跟老师亲密的？比如说学吉他啦，然后创作、合作，应该说一起为音乐打拼多久？10年，超过了。有起码有7年吧，因为其实毕业后有时候就是有参加的比赛，还是有继续找老师合作，就是请老师帮忙我，然后有1、2次演出也有请老师，就是来帮忙。你有没有什么话对老师说？老师那天没有来，就是跟你一起分享这个荣耀，对着镜头跟老师说，就是很感谢老师，就是教我吉他，而且老师是他没有跟我收钱这样子，免费教我。那你真的要好好谢谢老师。对，然后呢？真的要谢谢老师。我觉得老师慧眼识英雄。然后呢？然后老师就把我当成自己，我觉得他把我当成自己的女儿看待一样，这样子。他不止教我音乐，还有就是教我很多，就是像人生的那种大道理那种东西。对。如果老师能来，你会不会很开心？来现场？当然会很开心这样子。那我欢迎老师，吓到。好啦，老师有留一封信给我。真的假的？吓死我了！真的啊。这是老师特别，因为老师今天真的很忙，有邀请老师来，可是老师真的很客气。老师，谢谢你帮我们挖到一个客家的宝哦。老师会讲客家话吗？老师不是，老师是。那我要更感谢他，他可以鼓励你做客家歌。老师本来想说老师应该不会太搞没有，结果老师有一封信要给你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玉婷，你最让我感动的是，很多我说过而早已经忘记的话，你却都能够牢牢的记在心中。恭喜你在本届原创大奖中拿下首奖。真的假的？是真的老师给的吗？你的成功不必谢我，反倒是我要感谢你。感谢你大学4年用音乐相伴的日子来了，真的假的？在此祝福你继续加油，继续创作，用你的音乐跟歌声继续温暖，还有抚慰人心。因为老师写的非常多，这个你回家好好看。好，来，这是老师特别要给你的惊喜。谢谢。不会，哎呦，我觉得这是开心，然后成功跟努力得来的。眼泪，我觉得这也是感谢老师的眼泪。你现在有什么心情跟老师说了吗？好好的跟老师说一段话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可能是上辈子我们约好，就是老师来教我，是，对。而且我觉得，谢谢他。除了老师之外，要不要谢谢家人？就是你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。好了，那我们换一个心情好不好？因为我要哭了，你知道我是一个那个全世界最爱哭的主持人，客台最爱哭的主持人，你要害我哭。我们转换一下情绪好了。我倒想知道，就是说很多人在客家音乐这一块经营了很久，每个都想要有自己的作品。你现在客家的创作量多不多？其实如果说要出一张专辑的话，其实量已经够了啦。是，只是我觉得，当然老师他还是很希望就是有你自己的作品。他说觉得我现在作品也够，然后他很希望有就是可能有个唱片公司来 support 我这样子会比较好，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有小朋友，如果我自己今天是独立自己现在这个时间点要出来做专辑的话，可能会有一点，我知道，太那个，对，太辛苦。他希望是有唱片公司可以帮忙我。那我自己其实也是希望可以再多累积一点，就是创作
就是作品。对对。目前为止就是先这样，然后先创作，让更多人听到好听的客家歌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巧克力粒这个部分呢，你要分享一下吗？巧克力的部分就是其实像因为我会开始上这个课是因为阿昌老师嘛，那我们有讨论过，其实我和他我们觉得音乐还有语言文化的这个传承其实很重要。那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过来的，以前教我唱歌的李玉梅老师，他也是这样，他就是无怨无悔带我，是，然后一直到现在，然后我现在的龙潭国小就是有点像接下他的棒子，然后带龙潭国小的歌谣班小朋友，对，然后还有巧克力粒教他们弹乌克丽丽，然后唱客家歌。那有任何的讯息呢？可以到哪里知道？你的脸书或是粉丝专页吗？对，就是搜寻叶玉婷 Facebook 这样子，就可以了，这样子。对。哇，好啦，现在有平复一点了吗？有。我很希望你继续创作好听的歌，也继续把我们客家歌传承出去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今天来，下次带你的小金鱼来喽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来，谢谢德哥。然后董沈萌很多人就挖掘我们客家新生代的歌手，也希望我们这些音乐人能够继续的努力，继续为客家歌让这些客家的文化能够发扬光大。好嘞，歇困一下，我们带回来好好的运动。